梁定國師傅嘅魚上節請準備啊，下一個節目係你嘅參與。其實有條女到啦，打兩張有隻房啊，我咁等待俾一個咩好電話嘅三體人，因為我啲同業啊，我翻住啲名打到睇，我翻嚟係我都唔需要太嘢咁靠啊！太近啦，近啦，如果腳架咁啊，近得滯流氣。係佢，但係而家呢個咧，近得近啊！佢再近得近後啊，即係我每次近得近流咁樣。